台中有一间生物科技公司，对这个教育是真用心，因捐赠着一台价值200多万的英语传爱的专车，予这个台中市，把这个英文的师资甲学习的资源带入去偏乡，透过英语的教育，激发着囡仔学习的趣味，嘛为2030年双语国家的目标预先来做准备。是欣赏进行捐赠英语传爱专车。 今年年底，台中市收到一份大礼，对教育真关心的生技公司捐第2台英语专车。这台市价200多万的新车，当地咧改装，预计明年6月就会加入台中市英语的教育。那我为了做这个举动，也希望我能让每一个少年跟青少年，能够在这个读的方面，能够有正当的一个知识跟教育。 在即摆疫情，生技公司喊的英文阁真好，甲趣味的英语学习引入了学校，互囡仔有兴趣学英语，莫去买毒品，所以开真侪钱捐这台英语行动专车，来栽培囡仔的英语能力。同时呢，它也有外师啊，能够到各个相关的学校呢，增加学生在国际视野的提升。 英语行动专车就亲像行动教室，各英语册，透过活泼多元方式，互囡仔会主动想要学英语。第1台车服务超过250间学校，即摆阁新增加1台来扩大服务，互台中的学生会当向2030年双语国家的目标做准备。